Hello， 大家好，我係 K 啊。最近都有唔少客人叫我介紹翻一啲可以望到咁靚嘅維港煙花海景嘅一啲嘅新盤啦。所以我今日就嚟到咗呢個啟德跑道區，有個全新嘅現樓叫做雲景。而家成個盤基本上所有嘅2房同埋3房都已經係沽清咗，咁就剩翻少量嘅1800尺去到2000尺嘅一個4房大圍啦。就雲景呢一個樓盤佢曾經係拎過一啲國際級嘅榮譽大獎嘅喎。樓盤嘅外牆都鋪翻呢一個天然嘅雲石材料啦。其實喺個細節位嗰度已經可以見到發展商佢一個用心。仲有呢個6間真巷嘅洋房，全部都係可以正向翻呢個咁醉人嘅維港煙花海景嘅。咁其中2間洋房就已經售出咗噶啦，價格係超過咗7萬蚊，係創咗我哋啟德同區一個最高嘅紀錄噶。總共面積係有2088尺，咁一入嚟就已經係一個私家電梯大堂啦，係1梯1房嘅。喺呢個位置都會準備咗個收板椅啦，咁可以平時就坐喺度着翻對鞋，咁等部 lift 上嚟嘅。另外佢哋呢個門頂嘅把手都會裝翻同呢個樓盤嘅外牆同一個色調嘅呢個雲石，盡顯到佢細節方面嘅一個用心嘅。好有質感嘅一個透明嘅一個飾櫃啦，呢一邊就可以放翻珍貴嘅首飾啊、手袋。嚟到咗佢呢一個客飯廳嘅範圍，正向住呢一個咁璀璨奪目嘅一個維港海景啦。咁其實有一個細節位，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就係雲景佢所有單位個露台都用翻個波浪嘅流線型嘅一個設計啦，而且搭配翻呢一個香燈嘅金色，典雅高貴大氣嘅一個感覺嘅喎，同維港海景嗰種動感係互相呼應翻嘅。喺呢度就已經可以望到非常之開揚無遮擋嘅永久嘅一個維港煙花海景啦，可以欣賞到我哋香港獨有嘅一個避風塘景緻。咁過時過節就可以邀請翻親朋友上嚟喺屋企入邊好輕鬆咁樣欣賞到我哋香港最出名嘅維港煙花海景噶啦。喺呢一個位置仲準備咗一個open kitchen， 一個地餐區，食個早餐，一邊去欣賞出邊呢一個咁超咁靚嘅一個維港煙花海景嘅。而佢設計都非常之齊全喎，呢度有個凍杯機啦，另外呢一邊就係一個到頂嘅紅酒櫃，入邊可以收納翻大家珍藏嘅美酒。環境嘅廚房都係佢樓盤嘅大賣點。呢一度嘅配置係媲美到一啲專業嘅酒店級嘅一個設備喎，巨型嘅雙門雪櫃啦，用翻呢個10絲爐，雪櫃界嘅勞斯萊斯，係收納空間係非常之充足嘅。個 Wolf 品牌嘅咖啡機有烤箱，呢一邊仲準備咗一個砧板。咁方便各位靚太太去展示翻你哋嘅廚藝，而配置咗呢一個中度吧台，亦都令到成個備餐空間大大提升嘅喎。包括呢一度有個愛妻號洗碗機，呢一邊亦都係一個收納空間啦，可以放翻啲廚房嘅用具。連呢個廚房上面都做咗呢一個曲斜型觀景窗啦，一邊嘅備餐都可以望翻出邊呢一個靚到揼一聲嘅維港海景。哇！大家睇下呢個主人套房，每一日擘大隻眼迎接你嘅就好似呢一個明信片咁靚。咁夢幻嘅一個維港煙花海景，發展商好明白大家想要啲乜嘢，所以佢呢一度係俾足咗2塊嘅呢一個全落地玻璃窗，任何角度都可以隨心咁樣去飽覽我哋香港最著名嘅呢個明信片般嘅美景。而且向下面望仲會見到呢一個海濱長廊，可以落去帶翻你哋嘅狗仔貓仔啦，同屋企人嘅小朋友落去散步，享受翻呢一個親子時間。好多大老闆都習慣咗喺返工之前可能5、6點嗰啲時間就會起身就落樓去跑步做運動。咁下面呢條海濱長廊就非常之適合，而且1A 一個好大嘅優點就係佢一個大單邊嘅設計，隔離係冇任何嘅樓去遮住呢個景觀嘅喎，所以私隱度係非常之高㗎。而雲景呢一個樓盤亦都曾經榮獲過一啲國際嘅大獎啦。大家睇下佢呢一個衛生間嘅一個配置就可以明白點解可以媲美到呢個5星級嘅酒店。頭先呢一個已經準備咗一個特大嘅一個鵝蛋型浴缸，豪宅標配嘅2面洗手台，而且上面嘅雲石材料就非常之高檔，用料非常之上乘。而呢個鏡櫃亦都做咗一個 screen play，其實可以喺度一邊梳洗一邊睇翻啲嘅新聞同埋天氣。而呢一度仲做咗一個全新嘅同埋呢一個獨立嘅座廁，咁兩邊都會裝翻呢一個光質分離嘅趟門。呢一邊仲有另一個全新鏡喎。設計真係非常之有心思啦！兩面全新嘅男女主人每人一個，就唔使爭嚟。嚟到主人套房隔離嘅呢個房間，咁係間隔方方正正，可以係設計咗一個窗台啦，坐低一邊嘆啡，一邊欣賞出邊呢一個咁靚嘅一個維港煙花海景。呢一間套房就會向翻我哋屋苑嘅內園景觀。最大嘅優點就係佢自帶翻一個生活陽台，一個曲斜型嘅觀景窗啦，可以望到對面屋苑清幽嘅內園。亦都做好咗一個嘅衣帽間嘅範圍，去做翻一個巨型嘅到頂嘅衣櫃啦。間房好大嘅淋浴空間啦，而且仲有一個光刺嘅設計，有一扇窗，3面嘅大鏡櫃，收納空間簡直係一流。雲景係位於啟德跑道區
其實佢嘅校網亦都係深受家長歡迎嘅呢個34小嘅校網啦，同埋我哋九龍城區嘅呢個中學校網。同區咧係會有好多嘅本地嘅傳統名校咧，俾小朋友去揀翻。另外仲有一個好消息要宣布啊，就係咧中九龍幹線咧預計喺今年嘅12月就會落成同埋啟用噶啦。各位老闆咧就可以揸車直接咧由啟德可以去到西九龍嘅高鐵站嘅，就大大縮短咗大家通勤嘅時間。而家嘅雲景成個盤咧上移翻極少量嘅呢一個4房嘅雙套嘅大位，大家千祈唔好錯過最後機會啦！快啲約阿 Ken 過嚟參觀佢嘅現樓。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